南港島綫成本增加5成半，埋單要100億。南港島綫東段下年開工，由金鐘開始，沿途包括海洋公園、黃竹坑、利東同海怡半島4個新站。港鐵話，由於建築材料係咁漲價，工程入標價已經加咗5成半。我哋06年呢個估算呢係大約係70億，而家標價我哋都仲要睇緊，即係要睇個市場而家個漲價嘅情形啦。哇，咁計落去咪即係要100億？始終呢就係佢嗰個成本上升過呢，可能對日後公司嗰個財政係會影響嘅。長遠睇，我哋覺得對票價係會有個間接影響。鐵路全長7公里，有2公里係高架鐵路，其中70%會用減肥瘦身設計，電纜會盡量收入去隔音屏障，令到個屏障高度比起馬鐵同西鐵少2至3米。港鐵又計劃覆蓋部分黃竹坑明渠，開闢嘅土地有1.2萬平方米，會增加唔少綠化地帶㗎。鴨脷洲大橋嘅橋底仲會起2000平方米嘅寵物公園，狗仔就最開心啦。